大家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昨是教师节，要感谢全台湾每一位杰出的老师用心栽培、看教学生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“杰”个“业”杰第八条。台语字典解说这字“杰”，意思就是才调赢过10个人，咱讲是杰出。另外，毛字典解说讲这字“杰”是囡仔唔惊青春，真可爱，真天真。若是讲一个人有影响气质甲气概，咱讲是杰性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是杰出，意思就是形容一个人的才华能力比一般人搁较好，伫一般人之上。第二个词读做杰性，意思就是一个人有影响气质甲气概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国际青年商会为1963年起，逐年拢会选出全台湾10大杰出青年，每一位拢是咧社会各阶层、各领域表现有杰出贡献的人才。这优秀的青年有大人物的个性，也阁有大班，又阁有派头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杰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